首先，我想請你問下自己，最近心情點呢？簡單嚟講，以下邊一種心情適用於你？經常心境安詳愉快，冇感覺，經常感到唔開心。呢三種心情其實相當可靠咁反映出三種精神健康狀態。心境安詳愉快反映精神健康屬於良好狀態，經常感到唔開心反映心理困擾或甚至係精神心理疾患狀態。至於冇感覺，即係既冇感到唔開心，但係又冇安詳愉快感覺嘅人，好可能反映佢哋係屬於亞健康嘅精神狀態。世界衛生組織喺佢重點著作《投資在精神健康》對精神健康作出以下嘅定義：精神健康唔只係冇精神心理疾患，精神健康嘅概念仲包括身心舒泰、內在推動力高、自主能力強，喺生活上能夠發揮高效能，同上一代同下一代維繫良好關係，能夠實現自己喺智慧同感情各方面嘅潛能。我哋亦都可以對精神健康作出以下嘅界定：精神健康良好嘅人，心中能夠感覺自己係處於良好狀態，能夠發揮多方面嘅效能，有力量適應人生壓力，喺工作上發揮高效能，並能夠對社會作出貢獻。換言之，精神健康良好嘅人唔只係冇精神心理疾患，佢哋更加係活得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工作事業成功愉快。好多人以為精神健康只分為有病或者健康兩種狀態，其實精神健康係分為三種狀態：精神健康良好狀態、精神心理疾患狀態及兩者之間嘅灰色地帶，稱為精神亞健康狀態。精神健康良好嘅人，心境安詳愉快，有良好嘅自尊感同醒覺能力。佢哋持守正確人生價值，思想樂觀積極，能夠有效處理負面情緒。佢哋嘅抗壓能力高，能夠駕馭轉變，喺職場同埋家庭上發揮高效能，並且積極貢獻社會。咁其他兩種狀態又點呢？等我以一啲真人真事嘅例子協助大家了解。首先係 Erita。多年前，即係2007年 ，Erita 參加咗我主講嘅 ICAN 精神教育培訓。參加課程之後，佢有好大嘅改變。佢好樂意將佢嘅經歷同大家分享。首先，佢回顧咗自己參加課程之前嘅情況。因為當其時嗰個經濟好差，咁就喺公司都會發生好多裁員啊，自己係下一個都唔出奇嘅。當其時係個人好辛苦，睡眠方面係唔好嘅，算瞓着覺又要發埋一工作上面嘅夢，又要諗下聽日有啲乜嘢要做，我驚自己記漏咗。而當自己諗到困住咗嘅時候，我又冇晒喜怒哀樂，又冇晒明天嘅感覺，咁同即係死咗冇乜分別。Erita 因為擔心被裁員，心理產生負向嘅改變，繼而導致佢出現咗抑鬱病，而抑鬱病亦都影響咗佢嘅家庭同埋工作。同人之間嘅相處呢，我覺得佢哋任何日一個人做任何嘅嘢呢，我都係睇唔過眼嘅。返到屋企話，我又唔覺得有雀躍。我埋怨過我先生嗰段時間同丈夫有差唔多1個月啊，咁我係刻意唔同佢講嘢，見到自己個仔冇嗰種嘅感情嘅交流啦。Erita 就係精神心理疾患嘅例子。其實唔少人因為各種生活上嘅問題已經出現咗精神心理疾患，只不過
佢哋唔了解、唔自覺或者唔願意面對。精神心理疾患已經成為嚴重嘅世界性問題。我哋可以參考喺呢方面兩個權威機構所提供嘅資料。首先，美國嘅國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嘅最新研究報告顯示，2022年度美國嘅整體精神心理疾患嘅一年病發率係23.1%。第二個機構係世界衛生組織，佢喺投資在精神健康嘅摘要中指出，每4個家庭之中就有一個家庭最少有一個成員係患上各種精神心理疾患。關於精神心理疾患嘅病發率，世界各地嘅流行精神病學研究所得嘅結果係相若，亦都即係喺一般嘅社會中，約1/4嘅人口係患有各種精神心理疾患。咁多人患有精神心理疾患，睇嚟係不可思議。其實呢啲病患者只有少數係患有重性精神疾患，佢哋大部分患嘅係抑鬱病、焦慮症同埋其他與壓力、行為習慣有關嘅疾患。例如各種情緒疾患嘅一年病發率係9.7%，各種焦慮疾患嘅一年病發率係19.1%。接住，等我以陳先生一家人嘅真人真事，繼續協助大家進一步了解精神健康嘅3種狀態。20多年前，即係2003年，陳先生同陳太任職中學教師，佢哋嘅2個女兒係小學生。當時陳先生所任教嘅中學參加咗 ICAN 全人教育學校計劃。陳先生接受咗 ICAN 精神教育教師培訓之後，佢同一家人都起咗好大嘅改變。6年之後，即係2009年，我哋追訪咗陳先生一家。而家我就會以佢一家人嘅例子作解說。首先，請大家聽一聽陳先生描述喺未接受培訓之前，佢係點樣嘅人。佢形容自己係一個唔會笑嘅人。7年前覺得自己對令到身邊嘅人係好不安嘅，即係無論我嘅 family 嘅我嘅同事，甚至乎我嘅學生。幾年前我女同我講句説話，朝頭早起身，佢突然間望住我同我講：爹哋，唔知點解我起身見到你我就好掹震。因為太太真係一個唔開心嘅人，我都係唔開心，因為自細唔知點解我哋都係咁樣成長。咁再加上我嘅工作壓力，咁各樣嘅問題，即係人哋別為小事找狂，我哋少少事就發晒癲，兩個可以係發晒癲，即係好猛瞓唔着，失眠可以係咁。如果我從來冇改變咧，我相信而家情況會越嚟越差。如果真係會冇改變的話咧，我諗我太太好大可能同我離婚都唔定。陳先生其實多年嚟都係處於精神亞健康狀態。我哋點樣知道自己可能係處於精神亞健康狀態呢？答案一啲都唔複雜。假如我哋經常冇安詳愉快嘅感覺，其實我哋可能已經係處於呢個狀態。呢個自覺好重要，因為持續處於精神亞健康狀態，常會惡化成為各種精神心理疾患。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另一個重點著作《強化精神健康》，大概一半嘅人口係處於唔同程度嘅精神亞健康狀態。佢哋雖然唔係病患者，但有不同程度嘅心理困擾同問題，影響佢哋喺個人、家庭、工作同社會嘅表現同效能。更甚嘅就係當佢哋遇到各種人生壓力，唔少係會演變成為精神心理疾患者。陳先生嘅精神亞健康狀態對太太同2個女兒構成咗咩影響呢？我會係好唔開心嘅人，喺啲所謂測試裏邊，其實我係一個 burnout 嘅人啦，令到我哋瞓唔到啦。咁再加埋，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唔開心嘅人啦。
兩個負能量加埋其實係好強嘅。我哋唔係好多憂柴憂米嘅嘢，但係好多事情好似解決唔到嘅。每一天都係皺住眉頭返工放工，即係全個家庭只係永遠見唔到笑。即係以前見到爹哋嘅時候，佢成日都好似揦隻口面，好似好惡咁樣，每一次都冇笑容咁樣，搞到我都好唔開心咯。陳太係處於精神心理疾患狀態，兩個女兒係處於精神亞健康狀態。陳先生一向以嚟深愛太太同埋兩個女兒，而兩個女兒亦都係喺完整嘅家庭中長大。陳先生嘅不快樂使佢同太太同埋兩個女兒嘅關係欠佳，佢嘅精神亞健康狀態係導致太太出現抑鬱病同埋兩個女兒處於精神亞健康狀態嘅重要原因。